说，我很感谢市政府帮了很大的一个忙。像这些东西，有些东西它当初就是能够保留的，没有安全顾虑的，他就把它保留下来。那如果说有安全顾虑，他们就加强。你在看里面的很多文物都是我们提供的，你进去你就会看到，我们提供很多文物在那边，其实还有。我们希望说，创造不止3赢的，是多赢的。你是台南市政府赢，然后那个二空居民也赢，那我们也赢，那所有的全国百姓都会来。继水沼社园区之后，这个二空新村园区是我们台南第2个以眷村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园区。二空其实是一个在这种眷村的文化，乃至于是饮食文化、军事文化上面都相当显著且特别的地方。首先呢，非常重要是我们复刻了当时的这一个二空眷村的生活的空间，我们希望让观者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生活的情境，当时的情怀，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情味。这一次展览所有的物品跟家具，大部分都来自于原本的二空眷村，所以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些电视柜啊、照片啊，都是当时的二空眷村所遗留下来的物品。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柬二空新村迎向未来。我记得在2年前的时候，我们来动土，那现在终于能够让许多满满眷村回忆的朋友，还有许多市民朋友们，甚至外地来的游客，都能了解到台南二空的过去一段历史。过去长久以来，常常眷村改建就是把旧眷村推倒，然后这个新大楼盖起来。但是许多过去遗留在眷村的文化，就因为眷村的荒废而流散了。我们很希望，借着这个眷村改建，我们的眷村文化馆的成立，能够好好把眷村除了硬体的维护建筑的维护之外，它的软体以及它的文化，甚至包括它的美食，都能够留存下来，那能够让很多好朋友，不仅是眷村能够勾起满满的回忆，眷村的朋友，那外地的朋友也能够这个了解那一段大时代历史中的一段故事。感谢我们中央文化部，也谢谢我们议会能够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垫付款项，那能够让这个文化保存的工作能够共同尽一份心力。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8月2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先来关心台南市会临时会。台南市教处居家托育人员因为收费标准规定，上济只会当收到24000块，连上加基本工资都无，引起民怨。原本议员卢坤福接受陈情，打算要去市政府抗议。不过，议员蔡小薇上午在议会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市府爱检讨。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23度会，除了议外印花委员会提案是照案通过，也是送市府研办的建议，后续将交付政党协商以外。会中议员卢坤福也针对台南教处服务的托育人员收费上限24000块，算的已经比上加基本工资较低。原本要向市府抗议议案，要求先提出检讨。在可以伫咱议会11点半要开记者会，你若这议员要搞，我拢出欢迎，拢替托育欢迎。就这我希望你不能搞，你甲你所有你头脑的决议要安怎做？你爱搞，这托育那个妈妈现在给一个交代。那人起码比外市头更加便宜一点，到宅24000。那个家长要给生活袂使，给生活袂使，要做行的啦。面对该案，议员蔡小薇嘛具体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友善的托育环境，才当提升托育的品质。居家式的托育人员目前在这个收费标准的上限在
15000，到府的部分10个小时24000。如果按照基本薪资啊，他们10个小时24000比我们最低薪资都还要低。这样的收费标准对于到府到府托育的人员啊，其实是非常不友善的托育的一个薪资啊。那我们局长讲的意思是说，要等到10月份的委员会才要重新再来考量这样的收费标准。那我们希望这一个委员会是可以提早来开启，不要等到10月再开启。面对民怨主导收费标准的国家托育委员会，原本社会局定10月才会开会试听，议长柯丽丽今日要求提前召开检讨。整天8个小时这样下来，就连基本工资都不到，这是不对的。我们业务讨论，你随便你想开你就开啊，对不对？你正在谈那个也没有尊重议会啊。8月9号来函要我们请一个议员去列席。没有议员去列席，你们8月12号早上一样开了啊，所以提早半个月有什么问题？本来是10到12月要开的，那你现在就9月19号定期会之前马上开完，可不可以？对此，市长黄伟哲嘛回应，伫1个月内，也就是9月22号进前召开委员会。但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日前 ，AMD 董事长苏姿丰来台南演讲的期间，市府团队积极接触，而且伫8月20号 ，AMD 总公司的副总裁有前来台南拜会市长，讨论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市长黄伟哲上午伫临时会嘛，借机会向市民报告 ，AMD 将伫台南的沙仑设立研发据点的好消息。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嘛，传来好消息，因为经济部已经证实 ，AMD 将伫台南设立研发据点，并且甲在地大学业者合作，扩大 AI 产业的研发效益。对此，市长黄伟哲议会接受访问嘛，宣布这项市府团队用台南优势所争取的投资招商已经顺利定案。针对美国科技业大擘巨擘 AMD 决定来台湾设置研发中心，那选择在台南跟高雄，我们表达高度的认可跟欢迎。那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这个协助配合事项，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做。那基本上选择在高雄的亚湾，跟台南的这个沙仑，尤其是沙仑，大家可以知道沙仑是我们本来的绿能智慧绿能科技园区，所以说那个地方本来就是非常适当，从交通、从生活机能、从这个研究的聚落效应，其实坦白讲都是上之选。那我想这个部分，AMD 它有自己的一个商业以及它自己的研发的考量。那地方政府很高兴它选择了台湾，选择了台南。那台南一定会全力来协助配合，希望能够早日完成设置研发中心以及人员进驻的工作。AMD 投资台南议案嘛是行政院长卓荣泰宣布伫台南沙仑设立全台湾第一处 AI 产业专区以后的重要进展，希望用稳定的水电、绿电的基础，加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人才培育，为台湾创造后一波的经济奇迹。咱的新闻军职林英光采访报道。2024台湾文博会8月23号将伫台南登场，其中台南纪念区以雷神地为主题，规划校本部、艋舺校区以及文创校区。22號嘅暗時，文化局特別先開箱321項藝術聚落嘅校本部。今嘛，咱就帶着記者搶先來欣賞。大大嘅巷仔鳥佇門口迎賓，2024台灣文博會頭擺來到台南，市府文化局規劃雷神地概念展區，其中321項以藝科嘅必修課為主軸，發展多元展覽空間。因為咱台南人，咱的身份證開頭是 D。D 佫加一個冒號，迄就是咱即馬網絡時代的表情符號。這回咧生地，咱伫個文博會，咱就甲這個321聚落重新開箱，變成一間又一間好玩的教室。今日家政教室其實就是復古的鄉南理髮廳、保健中心致敬關仔嶺溫泉，打造創意溫泉。
自然教室以台南出名的兰花做艺术创作。另外，2002历史班透过当代的声音地景，让大家认捌历史甲文化。那主要就是带领各位观众可以是去来体验声音如何去采集，如何去聆听，那甚至是发现，在我们这个城市有哪些声音正在消失。过去香兰男子电棒烫曾经是进入在321巷艺术聚落的一个品牌，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再现他们的品牌历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人文实验室当中展现出生活当中的信仰，甲众神之道的传统工艺。美术教室是郭碧川老师的画作，户外教学小解王秀莲的建筑作品。教师室是南医甲翰林两间出版社所展示的教育历史。虽然空间不大，可是我们展现出来是从有70年的那个时间，我们把我们的教材也好，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服务也好，都已经要呈现出来。今年是台南400当中106年历史班，是以 AI 伫现场邀请观众斗阵思考，若是17世纪伫台南的历史事件发生改变，对台湾甲世界影响。很开心，他把台湾的历史教室用一个非常生动、活泼、生活化的方式做呈现。今年一定造成大轰动，我告诉你，其实你不来你会后悔，来的绝对值回票价。真的是欢迎大家来到文博会，把规则城市变成大型的学校。早工的展期，佮配合着相关活动，要让大家伫暗时细细的爽爽的感受创意甲设计的文化力量。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伫中秋节进前举办爱老人中秋亮起来爱心公益餐会，邀请台南地区超过200位独居甲行动不便的弱势长者做伙食美食，而且由69岁退休的舞蹈老师林阿公带领大家跳舞。这阵阿公阿嬷就亲像是回去到少年时代同款，提前欢乐过中秋。随着音乐展现优雅舞步，华山基金会举办爱心公益餐会，邀请200多位独居甲行动不便的长者做伙食道。会中嘛安排一场舞会，互参加阿公阿嬷拢感觉到亲像是回来到青春少年时，现场的气氛是相当的热烈。有很多长辈其实他都一个人住，然后他陪伴他的大概就是一台收音机。所以常常听歌、唱歌，但是他没有适合的舞台可以让他来展现。那所以我们每年在中秋节，我们刚刚已经唱过1轮了哦，已经10几位的长辈有上台唱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今天所有赞助这一场爱心餐会的今天的活动，赞不赞？维悦酒店也特别响应爱心公益，以实际行动支持照顾长辈服务，不只提供场地，佮特别升级菜色，实在足甘心。代表市长20参与社会局机要秘书吕维颖，除了感谢华山基金会陪伴长者，更呼吁市民大众共同关怀弱势长辈。华山基金会长期以来伫台南市政府这个斗相共甲台南政府斗相共，嘛甲咱全台湾各区嘛拢斗相共，关怀我们的这个独居老人，关怀我们的弱势长者，关怀每一个需要的人。我过去常常听到人来讲，这个城市最伟大，不只是这个城市的硬体建设，上界要紧的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这个城市的精神就亲像咱华山基金会同款。无分你我，拢愿意为着大家付出照顾，敢将声歌讲来一个好人嘞。现场嘛结合了公司单位提供义诊、推拿甲义诊等服务，参会活动也互独居长辈有机会行出户外，接触人群，陪伴因提前欢度中秋佳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
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经过卫生福利部的统计，台湾伫2022年底，失智的人口已经接近32万人。为了提高民众对失智症的认识甲关心，新老病院9月7号将伫台南市美术馆的旅馆跨越电影厅举办失智友善音乐会，邀请音乐团体演奏怀旧的歌曲，希望唤起失智症的患者脑海当中深沉的记忆。新老病院为提高民众对着失智症的认识，9月7号将举办大型的音乐会，邀请德光中学管弦乐团。英和国小音乐班。新老病院喜乐合唱团，台中市中校国小弦乐团，为报名参加音乐会的朋友，再来一首首的怀旧老歌。跟大家做伙回味青春。这一次特别邀请当地的德光中学管弦乐团、新楼医院喜乐合唱团、永福音乐班，还有远从台中的忠孝国小弦乐团等等。我们选的曲目就是一些怀旧的音乐，好像《榕树下》、《我只在乎你》、《望春风》。等等希望借由这些怀旧的音乐呢，能够唤起失智老人深层的记忆那也希望透过这次音乐会，让主要照顾者能够精神上得到一个抒压的一个效果那也借由这次音乐会，希望唤起我们社会对于这个失智议题的重视。这条音乐会地点也特别选择在台南市美术馆跨越电影厅举行。不管是设备或者是气氛，拢是1:1，而且活动是完全免费，只需要先伫网络上报名就会当。新老病院欢迎市民大众赶伫8月30号报名，9月7号音乐会当天，做伙来美术馆听歌看表演。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伫什么拢起的现在，竟然有7项菜只要60块的复兴便当店。这间店是位伫高雄市三民区。因希望透过经济实惠的介绍来推广素食，每到中昼用餐的时刻，队伍拢会排甲乐乐长。加7样菜只要60元，你没有听错，在高雄这间便当店，民众走进来就是为了购买经济实惠的7菜便当，坚持这样的便宜价格，又有满满营养的菜色，吸引许多人成为这间店的常客。因为我在他这边已经吃了好多年了，而且菜色都比较家常菜，一般素食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简单了。有时候晚一点来的话，就是可能客人很多都菜都被挑完了。老板也是非常有爱心啊，之前还有免费送给比较清寒的那个便当是免费的当然有限量啦。不过我想这个是这个爱心都是我们有目共睹。店家表示，期待能够透过这样的价钱推广蔬食理念，让大家知道蔬食的健康与美味。我们主推就是这样7样菜60块，就是要推广素食，让大家来吃素这样又便宜的素食，又好吃。我们有薄利多销就好了，不用像外面这样跟人家卖到80-90。就是我们想说，我们可以自己吸收的部分我们就吸收这样其他就便宜给顾客。透过便宜的价钱薄利多销，让更多人能够接触蔬食，使得这间店能被称为高雄最佛心的便当店。记者朱俊伟、潘志广高雄报道。基隆美术馆甲中华民国友谊协会合作举办友谊特展，日前盛大开幕。
竞选37非常精彩优惠，其中副市长邱佩玲展出300原住民孩童的优惠作品，用色温暖，笑容嘛非常有感染力。原住民孩童穿戴着传统服饰，脸上天真笑容，相当具有感染力。这幅油画作品，不管用色或者神韵，都让观赏者相当惊艳。尤其是把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女生的那种神韵跟表情表现得非常好。那这3幅看过去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可以从他们神韵跟微笑当中，感觉他们的活泼以及他们的热情。而旁边的2幅作品，主角都是原民孩童。原来作品中的主角是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的团员，作者是副市长邱佩玲，其中还有一段小故事。我是1年半前开画展，那他们给我的灵感也给我的照片，画了之后我还做成了悠悠卡，他们也很开心，那钱捐给原声的团体。我觉得我很高兴，是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人最真诚、最灿烂的笑容。最单纯的小孩子，画这10幅画的时候，我当时心中是很安静、很舒服的。其实画人像是相当有难度的，画人像不在于画的这个像不像，在于那个韵味可不可以十足。最重要是他的眼神，所以每位小朋友其实我都亲自跟他们互动过，互动了一阵子，然后跟他们聊天，才可以画出他们的感觉。那当然在背景的配法也很辛苦，因为颜色要很冲突。从画画当中可以看出，原来我个性内心中的跟我表现可能不太一样。基隆100号油画特展汇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知名画家，精选了37幅精彩绝伦的油画作品。基隆市长谢国良、副市长邱佩玲及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和艺术家们一起合影，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有幸的透过这一次的油画特展，欣赏到许多艺术家的杰作。这些作品用不同的风格跟样貌，全面展现了基隆的文化风情，是一场难得的艺术跟心灵的飨宴。我们这次油画学会呢，参加的这些画家都是国内的顶尖的专业团体。这项展览作品涵盖抽象和具体的表现手法，透过每位画家独特诠释，展现出艺术的多样性和新奇面貌。百位的油画要运到我们这个场域，然后做好整个的布置，其实都是通力合作。而且我们基隆第一次迎来这么多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展览，也是开启未来我们在整个我们文化中心这个美术馆的展场的另外一个风貌。那除了这个之外，接下来其实除了油画协会所办的策展之外，接下来我们也有基隆新发140周年的策展，还有就是法国的与你第25小时的一个策展，都是在运用我们今年美术馆开启之后不同的一个策展方向，也不同的一个模式，希望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更多可以欣赏到除了在台北可以看到基隆我们这个 Indigo 这个银海的这个城市，也可以看到不同的艺术的作品。这场油画展即日起到8月25日止，在基隆美术馆展出。每周一休馆，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时间前往参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高雄古山区茶山周边的道路，因为茶山河水酸下未ful过去常常淹水，所以为了加速排水，就设置空景带排水高挂。虽然伫茶山地防池完成以后，道路积水的情形有减少。不过，大空景的空挂却变成稳重的危险设施。就在社区大楼前的人行道出现超大孔径的水沟盖，小朋友的脚踏车车轮可以整个陷到沟槽里面去。周围居民出门都会小心翼翼。我走过去的时候我会怕怕的，我就会绕过去。蛮危险的啦，因为就是这个水沟洞有点太大，那像我的小孩子如果骑脚踏车的话，那个轮子都会卡进去，我都要去把它给抓起来拉住，或者是就是要帮他紧急刹车，不然他都会往前整个翻覆倒下去。我觉得危险性蛮高的，而且他如果真的又受伤的话，那如果刚好晚上夜深人静没有人看到，那这有关于生命危险。
实测沟盖孔径宽度是4.5公分，跟一般3公分孔径的沟盖相比，足足多了1.5公分，而且间距还更短。走在上面不只容易扭到脚，身上的小物品不小心掉下去，可能就捡不回来了。我听别人说过，他有一次眼镜不知道为什么掉进去，然后就直接穿进盖子里掉进去了。这是高雄市水利局为了加速排水而铺设在柴山周边道路沿线的水沟盖，大孔径是为了让雨水更快速流入排水系统，但孔径过大，道路旁住户都会用各种物品盖住沟盖，免得危险。阮就用物件用迄什么树林甲砍掉了呀，阮就可能安那是惊物件要落落的款啦，所以就先用树林甲砍，就拢袂落落呀。但鼓山区在106年完成柴山滞洪池后，山区雨水不再流入市区，就鲜少淹大水，沟盖变成危险设施。水利局将选择人潮较多的区域，包括公车站或商店前，逐步替换成孔径较小的沟盖。我们现在主要优先是以人潮比较多的部分，包含公车的后车顶部分，优先去更换成孔目较小的沟盖，以从那个排水功能的角色转换成以行人优先、安全通行的方式去考量。后续的话，我们会陆续来进场做改善。8月份的时候，陆续会从那个明德路以南到鼓山桥这一部分，再先优先来纳入改善的范围。里长多次反映水利局更换沟盖，但碍于经费有限，水利局也只能逐步且选择性的更换。民众出门还真得多加留意。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8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